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sterPicks 嘅 Strategy 介紹系列。今日我哋嚟傾下 MasterPicks 獨創嘅策略指標系列之低開高走見底指標。你可以喺左側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揾到此指標，並點擊右側嘅問號按鈕，即可查看策略、介紹同埋用法。呢一套指標專門捕捉黑馬起跑前嘅最後一腳，當日 K 線下方出現金黃色 B 標記，就代表同時滿足低開高走、大資金進場、均線多頭三大條件，極大概率係底部啟動嘅早期信號。即係信號識別嘅判定包括 MA5 大於 MA10 大於 MA30，嗰頭排列，股價站上 VWAP 200，大資金鎖倉，成交量溫和放大，唔驚嚇莊家，風險控制超簡單。信號日次日若果開盤跌破當日最低點，立即止損，絕不戀戰。呢一次我哋以港股1024快手為例，喺技術指標功能中點擊低開高走見底指標後，可以睇到2025年初股價仲喺地板打滾，金黃色 B 信號突然亮燈，隨後快手短期直接暴拉50%。9月底第二次 B 標記出現，短短幾週再收穫20%漲幅。呢個指標今年喺快手僅此兩次信號，且全部命中。2025年勝率高達100%。此外，低開高走見底指標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，喺我哋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出現。點擊 Strategy Scanning，選擇低開高走見底指標，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裡面近25日出現過呢一個策略指標信號嘅所有股票列表。同樣，你亦都可以自行調整呢一個時間區間嘅長短。快來體驗 MasterPicks 嘅技術指標同 Strategy Scanning 功能，鎖定我哋嘅頻道，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Strategy 介紹。敬請關注大師精選，穩賺高點。